中国省的时代就有真侪人咧，过乌水沟来到台湾，因多数咧来到这是为着要来趁食，佮找出路的。这我嘛有听过，是安尼无毋对。历史拢有写啦，迄阵迄群人是毋是叫做罗汉脚？是要才安尼叫的。啊，苏当时咧，我有一个这辈阿兄嘛来到台湾。这阵仔咧，我去台北，看到一寡钟情会扛棒，我是感觉真趣味啦。想讲我若是有闲，就去找我这辈阿兄的护士看因是毋是伫遮。结果，我去找到我家己的名。你是讲台湾有你兄弟？是阮的后生王启元，伊是为清朝乾隆的时阵就来到台湾。伊踮咧遮开基线油，经过400年，子孙呢是几千万，这族谱内底拢有写，这是我查。王氏宗亲会族谱，过来我嘛是真好闲，想讲就去找我的子孙啊。你看，开台祖王启元，我是开台祖的阿爹王义，到到已经有22世啊，也就是22代啊。逐口罩的族谱卷顶，拢有写我王义，包括阮某孙氏。孙氏就是我。阿乱的，咱的后生就是王启元，这族谱内底拢有写，我甲阿乱是有护士的。安尼就表示我甲阿乱就要倒去大明死假，安尼才会甲族谱、甲历史是有对等的。小等下，敢袂是青东啊那定？是啊，高三的查某囡仔，敢若有姓无名，孙氏无一定是孙阿乱，无你讲是母唔对嘅。这我嘛想过啦。不过，这什么意思？姓王的长户多数是太原长嘛。阿兄，恁到底是太原长？无唔对。不过阮龙爷长是为中原迄边传落来的。是真罕的看啦，踮台湾的是搁较少。打这个长户遮尔罕的看，内底搁写王义，搁孙氏。你讲这毋是阮的族谱，我真歹相信。阿乱，咱一定来倒去台面，继续过咱的人生。咱已经有子孙啊啦，这件代志就毋是咱三个人的代志拿定啦。咱都要倒去台面生囝，安尼历史甲族谱才有对同。要若无，咱即阵伫咧台湾的护士，就会拢总乱去，甚至无去。会出什么代志，我是毋知啦。毋过若是无倒去阮这条的是怎样才好？22代了，毋知影有几千、几万人。本底我是想讲，你和阿雄好好斗阵。毋过，即摆我发现到这件代志，我是真歹做人啊。对，我小整理一下。你讲你伫台湾有兄弟，
阿暖，也个你是因的做工作嘛？无唔对，族谱就是历史，历史已经记录啊。你甲阿暖是红无？实在是真歹势啊！想袂到代志会变卡呢。这历史敢免改啊？历史敢会做你改？若是无倒去，阮的子孙是毋是拢会无去？啊，台湾就无因的记录啊！台湾的剧本，敢若已经拢写